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市长12月18要来投票。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毅一透早到市场来拜票，国民党争取连任的市长黄敏惠公布伊主政的嘉义市政交出着好成绩，是互李俊毅甲成功，莫自欺欺人咯。这个12个评比，嘉义市的就业甲经济拢是同尾啊名的。黄敏惠是来回应讲，一到选举，是非谣言都特别多，讲市民的感受才是上重要的。来到市场拜票，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毅一担接一担，含摊商阁有气势压手拜托。经过市场每一个所在，要让选民看到家己另外要争取连任的对手，国民党籍市长黄敏惠一透早嘛去恭贺。团队将气势发动选，然后开始拜票，和透早咧运动的民众互动。早安，1号黄敏惠，拜托各位感恩到开票。真全力要讲拿赢基本盘，黄敏惠请假了后正式投入选战。伫面册公布主政了后搞出来好成绩，包括报纸当中得到市政满意度第1名。不过对手李俊毅甲算，唔是家己讲好，就是好。是黄敏惠在今年《远见》杂志的报道里面，经济就业都是全国最后1名。那是越做越差，不是越做越好。每次总是照选举，总是很多的是非谣言啊，是非谣言加增。那我想我们还是做好该做的，人民的感受最重要。面对李俊毅的批评，黄敏惠强调，在地拍拼经营，人民的感受是上重要的。嘉义市长的选战进入上尾啊，连赢一直咧攻击市政，那也是维持防守的姿态，攻防战要继续来进行。